因为立法院排黑条款修正通过，台南市议员郭清华上午的市政总质询，首先向着选民深深来一击奖，表示因为排黑条款，后一任袂阁再来参选。伊个人表示尊重中央的决定，不过绝对无对不起选民甲民进党。对此，市长嘛回应，议员连任6届，所有的市民拢看会到。立法院三读通过这个排黑条款本色咧这个少年较浅想，有去做唔对代志所以咧伫这回议员的任内做了袂当搁竞选连任我伫遮咧嘛要甲台南市安南区咧的乡亲长辈时代咧来讲一个多谢因为咧有恁的支持甲帮忙甲斗骹手清华较会当安尼顺利伫台南市做6遍的议员伫遮一击奖甲所有咧支持甲疼痛的乡亲咧来表示12万分的感谢。议员，你这25年来6届会努力，大家市民拢看得到。议员20年来对苦添财时代推动教育中华，到现在看到文中、文小甲幼儿园的设立，未来2期的校舍，市府还有3.8亿的预算，以及安南区专门运动馆的设立，台61线专门溪跨海大桥等重大的建设。未来，伊嘛将督促一步一步来完成，互整个安南区会用来发展。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